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义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十一点上新的消息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决定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。本地大家伫咧邀讲，也派重要的幕僚蔡心如、郭金仪，也有苗栗县德南镇镇民代表陈怡华来参选立法委员。不过落尾手因宣布无要选，针对的相关的议题，有上新的回应。其实思考很久了，坦白讲，就是之前也有提到过说，包含我自己家里必须还有小孩要照顾的问题，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于私的话，就是家里的因素啦。那于公的话，就是郭台铭先生认为说，在这阵子以来，发言人的角色的确是相当的重要。他也希望说，我能够坚守发言人的岗位。那接下来我们的郭家军推出的人选也是重质不重量的情况之下，他很希望我们团队的这些人能够全力去辅选郭家军。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假设我们真的有一股力量在国会上可以推动，那在国会的联系方面也的确蛮倚重发言人的。所以他希望说，在这过去2个月以来，既然这发言人的角色做得还算称职，他也希望说，那是不是就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来努力？那在这个时候能够专心去做好一件事情，比其他事情还重要。所以未来会去担纲这个就发言人的角色这一块。我目前来讲，应该就是会继续来担任发言人的角色。那同时，我们也会切换为辅选模式，去帮我们郭家军全力辅选。那心仪，其实改变国会这件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啦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针对就是参选或是辅选这件事情，内部有一个就是通盘的考量。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呢，郭先生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更精实，然后更精进，然后将来在就是决定要投入国会选战的时候呢，是做好全面的准备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决定我先暂时就是说放下参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然后呢全力辅选郭家军。那我也会继续的充实自己，然后呢在就是改变国会的这条路上呢，然后继续努力。那成功不一定要在2020，还有2024、2022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。